立法院會今日三讀通過道交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駕駛賽車加重處罰。國內新冠疫情連續7禮拜壓關，進入流行期，疾管署預計8月中旬上嚴重。西班牙巴塞羅那地鐵崩坑毀屍，緊急疏開大約120個乘客，39人喪命。你好，歡迎收看公視第一台新聞世界通，我是曹鑫。日本今日下晡4點27分，九州熊本發生大地震，規模7.1，深度僅10公里。也日本的首相閣市早苗是隨召開內閣緊急會議來成立救災對策本部。也上大進度佇咧武城市甲平川頂有到7級，傳出講有厝倒去，家人佇咧下骹，經消息當咧搜救。7月27日，西班牙巴塞羅那地鐵崩坑，哪像是講啊內壁翹起，落落來卡到電車線磚燒起來是緊急疏開大約120個乘客，39個人喪病院治療。巴塞隆納的地鐵站外口有封鎖線，支持一台對克洛特要駛去格洛里亞斯地鐵站的列車在駛的時陣，發現這鐵機路頭前敢若着火，一陣一陣的濃煙攏衝入去車廂內，伊當陣真緊急，互乘客是真驚嚇。Intentamos primero salir, al momento de salir lo que había era más humo, entonces intentamos quedarnos adentro tirados en el suelo. Habían niños, habían señoras mayores que tampoco sabían qué hacer. Procuramos mantener la calma, pero en sí los gritos que se escuchaban eran de terror. 地鐵營運公司在調查了後研判，着火原因有可能是崩坑的內壁翹卡，去卡到電車線引發火勢。好在列車在離火源50公尺的時陣，隨動起來，而且隨同步控制中心。到現場的消防員是用2支炮火管水把火拍花。雖然講火勢無大，但嘛是有超過100個乘客，因為疲勞濃煙出現一寡鏡頭接受評估。醫療人員嘛隨着在現場開始救援。Han ajudat a treure les persones, aproximadament 60 persones per cada una de les boques, i en aquest sentit també hem estès mànigues per accedir en aquest possible incendi. 在泰隆尼亞醫療緊急救援系統是派19台救護車，替現場的乘客來做檢傷評估，而且甲傷勢較嚴重的傷患緊送病院去治療。事發了後，佇2條地鐵線交匯的克洛特站暫停營運，2條地鐵線的班次嘛受影響，暗算28了會陸續來恢復營運。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駕駛賽車的事件是一直發生，也立法院會今日三讀通過道交條例部分條文的修正案。駕駛賽車也是講技術檢測會來吊銷駕照，也唔管車是啥個，攏愛沒收。若是講駕駛賽車害人重傷，甚至是死亡，規世人是袂使閣考駕照。也駕駛賽車坐公車嘛，閃袂過，車內滿18歲，罰6000到15000。這隻貨車弄到路邊的2支電火條啊，發出真大的聲音。代誌發生在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2段，一個29歲姓吳的查甫人，日前透早6點半，駕駛賽車去弄到電火條啊，甲路邊的鐵柱，還閣有冷氣等等的設施，加在無造成別人受傷。經查吳男持有電子菸桿1支、依托米脂菸彈1顆，唾液毒品初步篩檢後呈現依托米脂陽性反應。後續依公共危險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台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偵辦。台中大雅嘛傳出有駕駛賽車逃走的事件，警方在這輛車發現駕駛座倒邊，哪像有毒品其他面甲毒品加背包，會通知車主到案說明釐清案情，嘛以違反毒品防制條例來偵辦。為了阻擋駕駛賽車，立法院會28三讀通過修正道交條例部分條文。修正通過。條文規定，駕駛賽車或者是技術嚴重的，一律吊銷駕照，而且無論車是啥物人的，攏會沒收。駕駛賽車致使人重傷或者是死亡的，一世人袂當閣考駕照。而且駕駛賽車技術嚴重的罰款嘛有關。通過的條文明定，頭一屆技術嚴重會罰27萬，第二屆罰45萬，第三屆以上，照前一屆的金額加罰18萬，而且是無上限。
修法之後，不是把它放到抽屜裡就可以了。除了對全民宣導以外，更要精準的對酒駕、毒駕這些高風險群者這個累犯者能夠啟動細胞簡訊示警。針對道交條例修法，民間團體是樂觀其成，不過嘛講行政法是預防爾。對受害者的家屬來講，這個傷害攏無法度來挽回，所以因更加關注刑法的量刑，呼籲都要加速推動刑法第185條之3修法，互食酒賽車甲食毒賽車致死人死亡的案件，基本的本刑提懸到7年，而且取消目前上重10年的上限，希望上重會當判無期徒刑。記者綜合報道。中聯的有驗出低價物質本片比鈔票，也即前衛福部佇咧昨公布調查結果，顯示講官僚管控、制定修正、甲檢驗監測3大部分有缺失，致使食品安全風險也懸。中聯郵局驗出糞便比，衛福部27公布調查結果，顯示為原料制定調整加監控措施3大層面的疏忽，最後致使食品安全風險升懸。針對調查結果，二北中研院院長陳建仁指出，顯示食安法確實有需要修正的所在，透過多方面管控，確保食安的推動。那我再強調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從源頭管制、製造的管理，還有抽驗稽核到重罰這個黑心商人以及這個民眾的檢舉都相當的重要。所以現在呢，行政院提出來的這個食安的這個辦法的再修正我覺得是有必要。台中市食安處持續更新業者油品流向調查結果，二北公告第3元以下受影響業者新增加6間，包含早餐店、輕食店、快餐店，攏總累計297間。溫帶油也有預防性落來，累計回收792786公斤。不過除了中聯郵局案以外，聯經綠色科技公司的可地油也有驗出糞便比。針對這7批呢，跟新北市的衛生局呢，也提醒衛生局能監督依法下架、回收、銷毀，那落實整個衛生局所謂也命這個普茶油的業者呢，暫時停止販售。目前聯經可地油驗出糞便比的原因還佫咧調查，不過聯經公司嘛回應，確定無法加4批次本來就佇個自主通報的範圍內，並不是新增加。生產完成了後，嘛轉播自主封存管理，無出貨販售，也是流入消費市場。最新進度原來會即時說明，全力保障消費者的權益。記者採訪報道。看到國內新冠疫情是已經連續7禮拜夜關，正式進入流行期，也疾管署預計講8月中旬會上嚴重，恐驚講1禮拜會有5.1萬人次去互醫生看。真正來得甲醫生講看醫生的原因含鏡頭，但是每講一句話，患者攏有夠聽的，有患都敢是為着新冠肺炎。光講話就會很痛，更不要說吃東西、喝水都會。有還沒有篩出來。就新冠現在流行很久了，已經就比較不會害怕，而且又有打疫苗。觀察基層的診所，下晡門診的時間一到，一大堆人都入來看醫生。真濟人不是發燒，就是哪好聽。診所的醫師講，最近確實有感覺到新冠肺炎的患者變多啊。裡面大概至少有2-3個以上是新冠，尤其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裡面，發燒啊、喉嚨痛啊，還有比較明顯的全身倦怠的感覺。根據疾管署的統計，國內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經連續7禮拜星期二進入流行期。頂禮拜門急診就診的有10605人次，含前一禮拜比是加117.4%。頂禮拜新增加42例本土重症的病例，2例本土死亡的病例。資料顯示講，國內重症的病例主要是以65歲以上的老大人和慢性病的患者較多數，有9成以上攏無注這季的新冠肺炎的疫苗。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就診率，台北區、北區、南區和高屏區攏增加超過100%，去的幅度上大的是中區增加126.3%，東區嘛增加87.4%。大概預估在8月16這一週會到達最高點，上這個單週的就診人次大概會到5.1萬左右那之後會進入可能1-2週的高原期然後等9月上旬的時候再開始會有明顯的一個下降。疾管署指出講，這禮拜會配送10.8萬劑的新冠疫苗給各地衛生局，因為最近新冠疫苗的疫情升溫，頂禮拜注疫苗的人是明顯增加翻3倍。
市衛生局表示講，暗算31會對台北市聯醫12區院外門診部注新冠疫苗，恢復到全市新冠疫苗合約的醫療院所，攏會當注新冠疫苗。記者綜合報道。即馬暗時若是傷熱，就困袂到眠，醫生講嘛，就是因為高溫。高溫唔來降低困眠的品質，也心跳會愈緊，血壓會變懸。有血人也閣有心血管疾病患者，更加愛注意脫水的風險。熱人佇都市，日時的溫度是燒滾滾，暗內因為熱島效應，高溫也是袂退。然後冷氣又會發出那個熱氣嘛，所以整個就非常的熱。但是如果在室內的話，我們都是冷氣跟電風扇一起開的。對。根據成大教授林楚平的統計，2013年至2022年，每一年7月半暝11點至過工的透早4點，大台北、台中甲西南部等等，半暝的氣溫有甲27度以上的頻率超過8成，出現所謂熱帶黴的現象，唔但影響困眠的品質，嘛互都市熱島效應惡化。我們就要特別注意說，這個城市如果晚上會吹什麼樣的風，你就知道說，有哪幾條路是順着夜間風來的那個地方，你就要對那幾條道路的建築物以後必須要去做一些管制。暗時要降低溫度，就要靠通風。醫師提醒，高溫致使困眠的品質降低，可能會讓交感神經過度活化，嘛會致使壓力荷爾蒙增加，進一步讓心跳變較緊。血壓偏懸，安尼變更加歹困，變做惡性循環。由於悶熱的關係，有可能會大量的排汗，排汗了之後，我們的這個心臟血管，尤其是血管裡面的這些血液的話，基本上因為脫水的關係，會造成這血液變得比較濃稠。醫生強調講，熱人半暝要降溫，會當補充水分，保持通風甲開冷氣。不過學者嘛提醒，大量使用冷氣排出來的燒氣，都市的溫度要降低會更較惡。而且過長工日時的溫度，嘛可能因為安尼更較懸，所以種樹來吸收熱量，甲減少碳排，這是一定愛做的。環境部回應講，目前當咧調查都市內底有倒一寡高溫的重點區，而且甲地方政府合作，增加種樹的面積。把綠色基礎設施納進去做通盤檢討，所以它裡面就有一些鼓勵的措施，那有一些是比較半強制的措施，有一些可能是強制措施。環境部表示，未來會甲種樹啊、甲都市綠地等等納入都市計劃甲相關建築物的規劃當中，嘛會檢討甲強化都市拿轉化等等相關的法令，甲人行道等等公共空間，攏納入綠色基礎建設下用的範圍。記者綜合報道。日本出名的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7月23因為大腸癌來病逝，食到68歲。東野圭吾是讀理工的，伊甲伊的專業邏輯推演、科學技術、理性的角度用來創作。伊唔但會曉寫框圖，嘛真夠開破人性，透過小說來展現善、甲惡、愛、甲恨。東野圭吾伊一世人是攏總寫106部小說，放學後嫌疑犯 X 的現身，加油10幾點攏有提獎受到肯定。也東野圭吾也有袂少作品是改編做影視請大咖演員來扮。破案天才伽利略是福山雅治主演，阿部寬扮青山者，也假面飯店是由木村拓哉來主演。即馬東野圭吾過身是予各界真感。同款是日本出名的小說家村上春樹。伊當3檔閣再推出新作品《下旁》，這是村上春樹第一擺用女性的角度講故事，也這引起冊迷大討論。4、3、2、1，開火！村上春樹當3檔的新作品《下環》初三一推出，就吸引大批冊迷透迷要來買。這是伊第16部長篇的小說，嘛是頭一部以女性第一人稱敘述的長篇小說。ちょっと楽しみで、なんか初めての女性主人公だと思うんで、またちょっと今までと違った試みとかもあったりするのかなと思って、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期待してます。村上春樹創作47檔來寫的主角大部分攏是佇個現實抑個幻想之間行打的孤獨男性。啊，若這一屆將主角換做26歲女性為本作家，因為一屆真愛叫相親，可以踏入充滿謎團的世界。から自分がどう見えてる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結構意識してしまうような書き方を文庫なんだっけ。雑誌の方ではされてたので、それはちょっと自分も読んだ時にちょっとドキッとするような。
77歲村上春秋舊年經歷一場大病，住院1個月，38公斤，連要行都足困難。這個新作品嘛，互伊看做是經過病痛了後的終身之作。74歲美食作家安妮莎·希洛，伊選擇用食物，把故鄉的記憶留落來。伊上新出版的《黎巴嫩：我故鄉的滋味》，這本毋但是一本食譜，更加是一份寫予故鄉文化的記錄。過去3冬，黎巴嫩燒炭去以色列抑個真主黨攻擊，南部真濟磚頭去拍甲如蒼蒼。希洛真濟甲行入去戰區，記錄民眾安怎佇咧戰火當中守護世代傳承的飲食文化。And I was thinking, one way of presenting Islam and Muslim people positively could be through their foods, and it's a very rich culinary tradition that goes back centuries. 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不過，這幾冬受到數位媒體衝擊，日本這個傳統紙本的市場是佇咧衰退。但是少年世代卻開始流行Zine這種獨立誌，也這時代當新商機。日本出版科學研究所數據，日本的冊甲雜誌等等紙本的出版品賣賣金額，佇咧1996年創歷史紀錄，來到2.6兆日票。最近這5冬，因為電子冊真普遍，還有閱讀習慣改變，這買賣金額已經步落去迄時40%以下。不過，個人也是獨立創作者，家己刻畫、排版，甚至是手工裝訂的非主流雜誌 Zine， 最近這幾冬，卻佇咧少年世代當中真搶。NHK 都用一間研究公司的報告指出，一直到2020年3月，日本獨立出版的市場已經有到1500億日票，是4冬前的2倍。這嘛反映出，佇咧數位時代，日本少年人對實體紙本的媒介也是真介意。京都新聞印刷部表示，因接觸的藝術家年齡層真闊，有為10多歲青少年到70多歲老大人攏有。40、50代世代なんかはもしかしたらそのオールドメディアって言ってるような世代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けど、今こういった活動をしていて、やっぱ20代、30代前半若い世代には実は意外とハマってるというか。古いからこそ面白いよねっていうような聲も聞かれたりもするので。大型的冊店嘛開始順應這個趨勢，進一寡獨立的雜誌。佇咧東京有145棟歷史的連鎖冊店、3星堂冊店，大概佇咧1冬前嘛開始放這個雜誌。その一環として、Zineという本來なんでしょうね、商業誌のお客様とはまた別の層に刺さるようなイメージがあったんで。獨立誌的創作者黃野書對紙本冊也有雜誌佇數位時代延續態度嘛真樂觀。伊講，干那紙才有的溫度是無法度取代的。伊閣補充講，確實有一群人當咧找找這款的閱讀體驗。公視新聞沈樂培編譯。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日新聞世界通，明仔載同一時間再會。